喂，各位老友記，我發生啦！廣州出咗個大頭佛啊，勁過8點半劇集啊！中綠潭嗰個翡翠雲景呢，有個售樓處嘅 sales 靜衰衰呃咗3、4個客啊，夾咗成1000幾百萬。之後呢，頂佢就走啦，真係離譜咯！2026年仲有人咁大膽，佢自己鋸個公雞章，整埋沓假合約，就咁呃咗一大筆錢啊！咁6月4號呢，咁發展商新城華立都出嚟澄清咗，話同佢哋冇關嘅，件事喺嗰行鬧到冇邊啊！你估佢點呃？好老土，但又好好使。佢話有代報價，工地盤特價房，平過出邊成幾廿萬啊！班客一心諗住執死雞啦，貪平啊嘛，就乖乖地將錢呢過數入晒佢個 sales 嗰個私人 account 嗰度。結果呢，梗係頭份咁啦。去到網簽嗰陣，發現公司嘅系統根本冇佢哋份 contract，先知道中伏。個 sales 早就已經人間蒸發啦。老實講，我做咗地產8年，見過唔少類似呢啲飛單走佬案，只係今次打大鑊，全網都知道。最慘嘅係啲苦主啊，30、40個家庭，6個荷包，一世嘅積蓄就咁凍過水啦。發展商都話啦，啲錢一定要入政府嘅監管帳戶，即係對公帳戶。邊個叫你俾錢嘅 sales 嘅私人袋啊？入咗就當你俾錢去許願池啦，執唔到翻轉頭㗎。溫馨提示一下啦，買樓呢家嘢千祈唔好貪平啊！咩嘢內部本啊、特殊嘅渠道啊，全部都係呃神騙鬼嘅。記住，一定要係售樓部簽署正規合約，錢一定要入公司嘅公帳，千祈唔好轉俾 sales 嘅個人啊！我係你哋嘅老朋友，有咩樓市嘅大頭佛呢？等我同你去拆解啊！想知道邊度有貨？留言區同我講，我同你避坑，唔好俾啲辛苦錢呢就咁俾人呃走啊！我係 Alex，一個敢講真話嘅地產博主啊！